翻返嚟新聞時間，安省政府因為結構嘅問題，突然永久關閉安省科學館嘅決定，繼續引起爭議。省府目前正係公開招標，尋找臨時嘅安置地點，不過面積就大幅度減少。胡曉林報導。基建廳嘅招標書寫到，正喺度尋找科學館臨時場地，大約5萬至10萬尺，面積比起現址嘅56萬尺大幅縮水。省府希望新嘅場地可以喺2026年1月開始租用，並喺公共交通附近有停車位等等。面積減少引起關注人士嘅不滿，因為原定搬往遊樂宮嘅科學館新址面積已經縮細，而臨時嘅場地更要係細佢一半。反對黨新民主黨黨魁司馬慧認為，省府執意關閉科學館，只係想合理化為水療中心興建停車場嘅計劃。另外，CBC 報導，省內有接近400棟嘅公共大樓嘅頂部都係同一種嘅物料，但只有科學館要關閉。省府喺上年秋季開始調查省內以精壓加氣混凝土建築嘅大廈，呢一種物料喺1960年代至70年代初廣泛用於屋頂建築。英國喺2023年因為安全風險關閉咗過百間使用呢一個物料嘅學校。省教育廳指，大約8%嘅學校有使用呢一種嘅物料，但冇任何學校需要因而關門。教育局會定期監察、加固同埋更換該物料製造嘅屋頂。安省科學館嘅建築師所創辦嘅建築公司發聲明表示，省府報告表明冇必要關閉科學館現址，並指所需嘅維修係容易管理，並可以對公眾影響減至最低，願意免費提供維修監督嘅服務。